来是新北市新店有一个太太送婴仔车过大路，因为是死红灯，伊是惊真紧要赶紧过，想袂到一台轿车是直接驶过，佮弄到这个婴仔车，甲这个太太是惊一个半小时。加在这太太甲囡仔拢无真要紧，但是这个轿车竟然是无停车，做伊走。 负责人塞红婴仔车行过过路线，雄雄一台轿车直行弄到红婴仔车。迄时其他的车拢停掉咧，耐心等待负责人过去。毋过直行的轿车连停拢无停，直接驶过去，佮弄到红婴仔车。负责人惊到要害去，毋敢相信。很夸张，自己要多注意这样子。 代志就发生伫新北市新店区新湖路一段，迄时负责人塞红婴仔车行伫咧过路线，互雄雄出现的轿车弄到，看到民众斗脚人，毋过驾驶完全无停落来，直接驶离开。民众甲影片抛弃伫网络，有真侪讨论，佮有网友编记录讲，这台轿车根本就是新店的违规惯犯。记者实际回到现场呢，发现这个路口都是闪红灯的状态。如果民众想要安心一点过马路，可以选择先按下这个按钮，之后等待号志变成绿灯再过通行。天天都在过，按那个也不行，我们要过去的时候哈，他一直过去，我手都把他挡的。 我说我要过。根据了解，塞车内底囡仔无安怎，负责人迄时嘛无报警，当事人已经联络警察来协助处理，希望避免同款的状况再发生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